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歡迎收看福喜來的係阿明哥劉浩明。講到客家菜，唔知觀眾朋友睇得上到係乜嘅？係我哋貴茶飯咧，我哋咧鹹菜個燜肉，還是我哋客家人第一，我哋咧客家小炒。我哋今日福喜來有請到係睇美濃，我哋咧傳三代嘅一啲客家菜嘅達人，同時嘛係我哋咧迎新美味餐館嘅負責人，還有咧總廚官劉耀芬嚟到個現場，而喺度分享講，到底以這個最拿手嘅一啲客家菜係乜嘅，同時又要學習嘅歷程係乜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耀芬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劉耀芬。其實阿明哥好主持福喜來按多半，每一把按好聽我的 T 開始嘅時間咯，我哋都開始有好食嘅東西。我哋擺喺現場嘅好，攏我哋耀芬也擺去一啲去比賽嘅，算是我哋咧鹹菜個燜肉，哈，然後亦嘛有啲個有名嘅我哋咧客家小炒，我提擺。一開始哈，節目目前廣東話我都開始顯示了，那就是因為其實客人對我哋咧鹹菜個燜肉呢個事情，其實我哋最擅長啦。因為啊吼，唔單止講人過節啦，冇講人過節我哋冇會需要嘅東西。然後呢，因為其實老人家最好是要喺因為我哋講豬皮嘅部分，還有個豬油嘅部分，亦講磨一下都冇嘅。啊，咁從一部分咧吧，唔得每一啲入嘅算是鹹菜個燜肉嘅話，每一叫啊。差不多兩個鐘，因為太細開冇相同，如果太火下一燜，時間差不多有轉細火不一天天燜，過一半我看嘢食神，然後有個琥珀色嘅食神，差不多面咧就可以關切火嘅。觀眾朋友，你喺講法時候，我都發現到講，入邊鹹菜個燜肉真係好食，而唔單止有嗰種透油嘅香味啦，嗰種肉嘅香味，最重要嘅。筍乾嘅米是容易皮嘅，可是燜的時間筍乾要強下只下去咩？冇筍乾係另外炒，另外炒過。係有加嘅燜豬肉嘅米，下去炒，下去再俾滾過，俾個蒜米還冇咁酸，再加嘅豬肉下去，也油膩感，但唔會暗重。冇唔錯，因為其實吼，應該嚟講，晚些時候唔講是唔講是皮嘅時間。全部都係上筍乾，條飯咩上頭？冇錯，真係亦都愛，真係愛識講啊！但咧，鹹菜個燜肉嘅人都啲嗬，老人家都一上面嗰層皮啦嗬，所以你哋開始在從醬嘅肉同佢幫筍乾，因為其實筍乾咧真係有嗰種解膩嘅一個味道。係，從頭到講講你去比賽 TIC 的一個國際廚藝比賽，當初都我想去參加下比賽，因為當初一開始冇上咁多。因為朋友佢哋講，冇啲比賽比困啊，我就學講好，就嚟比困啦。佢看台北嗰度人，冇看過嘅做法，嚟看下伊吸取嘅經驗。佢算是你第一擺去參加嘅廚藝比賽。咁其實就廚藝比賽嘅要求係乜嘅？就廚藝比賽要求就講。自家本身我嘅東西係變化，過來就依照嗰邊嘅各級嘅賽程相關規則來比。咁就你即刻要現場做？現場做。有嘅就我哋先做好，再過去現場擺盤。有嘅天一場嘅，就是帶嘅東西過去現場煮。一擺嘅比賽地步，你要準備一道紅料理啊？就兩項，比兩場。係，你準備係乜嘅？有一個客家小炒，另外一個就個客家嘅相同客家風肉，用紅肉係做嘅客家芋頭鴨。嗰種一部分其實我哋講客家炒肉一部分嗬，應該講客家人都識得嗰度嘅，嗰度嘅傳統就有亞香菜。咁即係拿一比賽，用亞香菜嚟比賽嘅話，等於人家都講，嗰度拿客家人其實會啲亞香菜嚟比賽，每一啲人咧，我哋講口味會變得很刁。因為客家人識得嗰度嘛，唔係講啊，有啲新菜色，客家人冇食過，可能讓我煮我哋都讓我人。大家客家人客家炒肉，客家人路面都傳嗰度傳統旅遊嘅。咁幾時人要想到講，唔想用嘅無強嘅變化，無到創新嘅特種。有想過，因為
北部、中部、南部的米系無相同。我就上最傳統的米系就無想要幫伊變。然後又再一個變化講，米系相同，就用無相同的方式來呈現。嗰時你想到講，有安尼的變化來講，但是唔睇比賽以前，味道也烘菜有練習幾多擺？就有練習過，有刀工啦，有炒有小米啊。冇錯，嗰時有練習過一些啦。但是平常對於講平常你有睇做多少嘅洗頭，只係講其實要加一些創意嘅地方。佢天野料理咯。天野料理就相同我冇做過，因為做成鹽呢，有朋友有教我，就見做見練習，調卡見練，練做幾下粒，幾下粒，咁問你幾下粒有本都可以先試食過冇？冇，冇喎，因為兩種冇生哦，因為兩種就冷盤的呈現，因為做唔得食咧，做唔得食乜意思啊？就因為我哋老闆還要上一層膠，那個做唔得食，像俾你寬醬誒，寬醬誒，啊本來給這些評審看下是我哋的上膠程度樣誒，啊精緻化，嗰時天烘其實係食口味嘅。天意烘都看料誒，看料誒，是講嘅啦。好，嗰時兩個來比賽，得到一啲佳作。其實蠻冇簡單嘅。係啊，要幾緊張啊？幾緊張哦？有啊。有緊張咩？有哦。嗰種哪嚟去比賽啊？因為其實都開始算是家傳三代嘅，一啲算是我哋客家嘅廚館啦。嗬。恁以前爸爸媽媽第一比賽嘛，得到一啲暗號一啲名次以後，一定啲感想係樣嘅。你講上就你唔會查，你唔會查啊？按謙虛，你唔會查。反正有一比過賽嘅，就有一個經驗。呀，擺經驗有看到其他冇見過東西？有啊，有看到學生嘅做嘅菜，有我嘅來嘅選手嘅做嘅菜，就冇相同嘅呈現方式。一部分啊，如果上我冇講，你這個雖然講係家傳三代嘅烹作嘛，嗬，以前係烹作嘅。但是你這個喺乜個時間呢？開始學料理嘅？乜個時間就從結中我上高中嘅時間，嗰時間都好媽媽開辦嚟訂，然後我來聽書，因為結中上高中唔知要做乜嘅，我讀乜個書，因為自家唔曉得讀書，就是學書呢，就選擇讀了本科。讀本科都算是餐飲科。但是以前這個因為雖然講這個算係三代嘅烹作嘅一啲客家菜嘅一啲餐飲嘅一啲家傳啦嗬，以前嘛冇聽書過，貴重以前冇，都唔爸媽開辦嚟點以前冇喺咪聽書，冇聽書過，按下，係啊，高中嘅時間真可以聽書，嗰幾百頁聽書冇學到嚇，有啊有學到啊，有按作風，還有做幾多東西，有辦作燈嘅度。咁做乜後來要家庭要養純養課咯？因為興趣嘅，有興趣。咁你幾時就開始讀餐飲課嘅時間？你這個有感覺到？因為其實對烹飪來講嘅話，還算有家傳淵源哦。係你這個有因為講老師教嘅東西冇得講，可是真的做嘅時間其實有過三數。有，唔過我就感覺講你來學習嘅心態。來學烹飪，你冇電鐵到啦，係，這是阿哋講嘅。係啊，要學習心態去做啊。我都可能講法嘅，冇電鐵到，冇同大家人講，我是家學淵源3代的客家籍。可是問題係講，你這個睇錄卡，第一擺糖豆錄卡，以前係烹作嘅，差唔多係對哪一台開始啊？就對我叔公嘅台開始，叔公還是叔公台啊？叔公三台咧，差唔多係。就阿公嘅兄弟，因為阿公有7兄弟，還有4個叔公嘅烹作。4個叔公嘅烹作。係。家族事業。係，算家族事業嘅。好，咁幾時嘅？我開始幾時開始烹作咯？因為想講烹作佢好教。佢看到嗰度冇相同嘅菜式。可是問題係幾時嘅叔公，係即個本來都喺廚館係咪？係。嗰時4兄弟向阿姨烹作。冇，就各人烹各人咧。各人烹各人咧。調擺公太行菜嘅時間，就騰籠滾開，一烹一做。
對，你講鄉家人有4兄弟，有4個人在攀竹，各人有自家的一個公司，無你講自家在攀竹的一個單位。咁其實是民農有按多的一個，我哋講，等於講婚喪喜慶有可以指引按多的一個攀竹的人。有啊，因為民農按法有岐山，有石岐，攏有啊，個人人脈。其實唔單止喺民農，同時喺岐山，其實，咁其實就專門做我哋客家菜係咪？係，啊就有包含講河洛菜啦、客家菜，包含真味，啊做絕對要有嘅鳳肉。鳳肉喺客家菜地步係一天最重要嘅，因為一路我哋講作餡啦，對我哋嚟講話一路啲最重要嘅一項菜，我覺得冇幾項菜吧，人家都講。貴重模式包呢？係啊，嘅意思都講唔澎湃啊。人家都係嚟講，冇錯。嗰時有三代家傳嘅客家菜，喺家族地步，佢哋對手工嘅菜都開始嚟做攀竹嘅。但是攀竹一件事情，對於我哋友粉嚟講話，而到底係好還是唔好呢？下段節目我哋會同講，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歡迎過來福喜來也，上一節目來自民農迎新美味餐館的負責人，同時嘛係總廚官的劉友粉來到個現場，同我分享講以自家去比賽的過程。我想問下友粉因為頭頭已經有講到講，其實等算是手工嘅菜，好做我哋算是做攀竹嘛，哈。咁都一次攀竹都爸爸媽媽嘅菜，係咪？就做攀竹就等於講爸爸嘅。人哋叔伯兄弟嘅台食，啊，後背面應該就因為太熱嘛，高中誒，想我來體驗看下，到我藝術嘅要檢驗，要體驗，啊要去攀拜，啊講個心態，結果一拜要更多誒。咁人都看嘛有以前攀竹嘅嗰度，我哋講加拿大貨市嗰度嘛，我哋屋卡條板毛，啊都係啲。摘樹，要背面上天天的枝，枝個加拉貨市就木條啦、火爐嗰度分開。等於如果後來其實係手工嘅嘢咪要攀，哦，嗰時你這個嘛真是冇完全冇聽過真實的攀竹，那一點數，咁嘛佢夾呢哦。係啊，就學生嘅嘛，就想我來打工體驗看。後來一通啊，就餐飲科以後，你真係都聽到都寫呢吼。係啊。咁幾時喺某個時候開始開店嘅咯？就1808年，啊，爸爸都去審查退休，退下到，就請到一間適合的店面。佢總統一年就想要盤，啊，都嗌你接觸，開始整理。結果開冇久，冇到1年，以前就來了。哦，係吼，1809年，吼，其實差唔多會接近9年前。都到9年前就想講啊。可以順利可以講嘅，結果冇看到新聞嘅報，5月係6月咧，可是3級警戒都係咧。因為今年咧公園它嘅影響歸低啦，因為嗰時節路對於中國嘅武漢開始不准飛機飛過來，因為幾擺飛過來都過來公園咧。哦，嗰時等於講可以差唔多冇1年都讀到疫情，因為疫情嘅時節其實天的影響都傳承。冇辦法去食飯，啊，就想盡辦法來也挺過那個疫情，結果啊，想都冇法，啊就嘅聽講全部屬於了，屬於嘅，因為壓力太大，啊屬於嘅就調卡安尼，見有些條就見做。嗰件事情你這個沒有講到講，其實萬歲是爸爸媽媽有開過辦的店，最細就各種1年生開始。第一間辦的店，因為佢要相當讀到阿公又去退休，因為我媽媽要收我哋生嘅生意咧，啊要讀又學到那個數字，啊要同阿公講，要講想要開間店嘅，阿公要同媽媽講，啊有同順利，佢冇行咯，決定我開，就講決定咧就開，嗰時可以叫，
可以13、14年。哎呦嘛，13嘛，等於講萬歲一直都唔國中以前吧，吼。就各種高中、大學，大學就都各種嘅時間，就讀到88歲仔。88歲仔後，因為嗰條路我一直過嗰條路，因為就88歲仔影響冇乜人客嘅，就天天就屬於啦。哦，係啦，因為南橫啦，哦，南橫採迄個嘛，吼，嗰時候其實你冇延續六貴嘅，嗰時候等於攏延續過少嘅，對，哦，嗰時候都數風亂，但是更加論講。咁這個起碼個時間開始開啊個新的，我哋講迎新美味餐館咯。就2005年，開始請到一間店面，多年上市前，啊冇嫌疑。嗰時候今年呢年菜有傳到冇？呢個有做到冇啦？哈，有做到失敗啊。係，啊就開始做，就做到。2年，做到1件噶。咁這個對伊的算是都看埋算曾經辦過作吼，嘛開過辦的店，吼。但是你這個真是更加去經營一家店的，有乜個心得冇？就開那間店的，就想啊萬事起頭難，啊就天天來做，啊就有機會比賽就有比賽，就有曝光度，然後又。看到嗰種人啊，人後嘅建議，大家用來做，還有去吸收人嘅經驗。有傳統地方有乜嘅這個人咪講，誒，他跟你來一片，真係可以試看看啦。就最基本嘅客家炒肉。客家炒肉。誒，我讀到現場有。誒，問題客家炒肉一件事情，就像好多人講嘅樣，要是幾多傳統都有呢？係啊，唔係講我哋而家隨便炒，我如果因為講好深嘅。因為頭先我哋講別種人嘅口味冇相同，啊加嘅東西咩冇相同。因為北埔、中埔都會加嘅芹菜乾，啊我哋南埔做法就冇加嘅芹菜乾。因為米線就冇相同，因為我哋做嘅就最傳統嘅米線。嗰種加蔥嘅，係，就綜合嘢容易感。啊有個豬肉用生成的，還有豬油的小米。咁樣講，好多其實我識得喺啲嘅豆腐館，其實豆腐館有幾多嘅炒用地方炒唔入米，係，唔啱唔地做嘛。但是而家豆腐館一下嘢我都馬上都識到嘅，我哋講用嘅米湯，仲用嘅米湯，等於你講，其實而家豆腐館地方都已經。擺到米都全部傾入去嘅，好，你有一些些的辣米啦，好，因為我哋盤嘅地方是冇辣椒嘅，嗰種，但是我已經有食到嘅辣的米湯，同時貴於比如人嘅，因為我哋咧入樣盤嘅人氣過強，嗰種已經有人嘅，但是人嘅啲客家小炒地方，食唔出有幾種人哋講油耗味啊，我哋講到個油滋滋嘅米湯，一部分係火候的問題嘛。就掌握火候的控制，因為豬油會先逼出來，豬肉都會香，啊豆腐館呢會吸收嘅豬油嘅香味，啊個用嘅係逼，啊個豆油是最重要嘅，啊豆油本嘅用嘅豆腐館豬肉吸嘅豆油嘅米絲，後半面就米就係要提鮮。啊，過來福州粉，辣米調整式辣米就會福州粉的辣米，因為福州粉可能用中藥的福州粉。所以一般來講，我幫我哋從頭到講，其實我哋咧豆腐館其實我冇入米，還有聽嘢都講啊，最強勢到老麥我哋咧用嘅天鴨，但是一擺泡滾圓嘅，但是又唔會講像有的會嗰種用過上一時陣用嘅做嘅嗰種安尼嚼勁，可是由於是嚼勁，但是又唔會講。過硬長，因為有個用嘅有分兩種，因為過一種用嘅較泡冇個肉，啊我用嘅較盤，嘅用肉，啊煎一下，我煎過久，差不多半點鐘左右，煎半點鐘，再用軟。小水煎還是冷水煎嘛？小水煎，啊我都用冷小水安嚟煎，因為講小水煎一下，用嘅扣起來。扣起來就過冇炒。
迄型都唔食啦吼，迄型都唔食。我相信觀眾朋友可能同我同樣都講，我答上愛有乜個問題，梗一定問下來。過去時啊，有陣吵一下，因為有意思有人都講我炒一個客家菜又好，唔食。但是途中一剩下人都發現佢講哦。我能講個鑊氣啊，有熱氣哦，真是每個味道都融合在地方。係，嗰種商業部分的東西係媽媽教唔呢，還是自家去尋，安尼去自家去試嘅咯。一個學習部分就調白阿媽咩相同嘅廚具，就阿公太帶阿媽，就見做烹作，而咩廚具，阿嗌師傅，啊調白同佢學習咧，啊風肉。炒菜攏退學嘅。第二，如果雖然我喺落一盤以開班嘅店啦，但是其實也嘛喺人咧，要教下來嘅術語，因為其實我哋算下來，其實算按你識行來嘛，一幾行菜都冇簡單。係啊，因為學個久，一條牌我學嘅時間，我拿菜刀。阿媽唔要負人啦，先喺佢洗碗台，洗開嚟等佢教我切菜，切炒嘅等佢是教我炒飯嘅最基本嘅炒飯嘅，等佢再炒客家小炒，啊炒太重，因為太重同客家小炒相同，要火候掌控，因為太重炒唔好就嗰種酥嫩嘅搞唔麵。冇唔錯，係，哦，嗰時。其實喺馬上一步一步慢慢能夠去了解講，切菜、炒菜嗰種最基本的功夫，基本但是最重要的功夫。因為訓練耐心，就洗菜要用個洗槍，洗碗開咩相同，用個洗，然後洗槍。因為我記得講，其實頭先有講到講，即個以前烹作嘅時候，唔單止講係專門做客家菜嘛，嗬，咪有其他好多菜、其他菜式，啊其他菜式點樣有乜個同人哋了解嘛？就因為烹作一下，就因為社會經變化，啊有啲人就講我哋香港嘅，想冇相同嘅烹作嘅菜，啊有啲就想有個自助式嘅嗰種方式，歐美嗰種風格，啊有嗰道菜式就包含異國料理，啊就融入我哋客家菜、菠蘿菜，啊異國風味下去做。等於你講，其實都人家拖嘅時間，愛學嘅東西都夠多。係，我因為見我睇緊嘢食咧，幾多樣。係，我因為睇緊嘢平常聽外面咩事，乜個意大利麵啊、披薩啦、炸雞啦，嗰種其實嘛，我希望講，只是烹作嘅時間可以出現嗰種，睇緊嘢感覺到個滋味味，哦，個滋味嘅菜，嗰種人嘛愛去學一道菜。係啊，啊因為見學見看啊，啊北部、中部經濟，啊可能有某個菜可以融入自家嘅料理地方，啊就見來去學日本料理啦，咩可以啊，啊樣嘅種嘅沙西米啊，因為你下人試過多，想冇相同嘅，就融入嘅烹作。冇錯。嗰時其實我哋喺想學烹作嘅一件事情，都會見到來講嘅話嘛，變成幾多人，其實他可以嘛希望講，可以食到冇同樣嘅菜。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買嗰度嗰件菜故事。翻過來福起來，上節目來自我哋美濃迎新美味餐館嘅負責人同總廚官，我哋有份來到現場，同你分享過一烹作嘅經驗。從這個烹作嘅經驗點樣？有記得用佢特別嘅要求嘅烹作？對特別要求烹作就係有菜式係寫好菜單嘅，啊人客看到哦，了解我改，了解我某個菜，我就寫可以看。啊，有個要求嘅就會啊，我要做自助式咧。啊，有那個有一道風，有某個菜，啊就特別要寫不易，要改來改去。咁按你要求對人來講嘅話，你感覺到最不能接受嘅係乜嘢？最不能接受就會，哦，本來就已經寫好嘅，啊你講可以，結果後邊咪多時間會多嘅。要講呢個要改，要做唔得，就剛剛講啊，當初要講好，然後要變嘅要講唔好，要變某個菜，因為有啲菜
基本上提早先凍好，啊臨時伊去沖上會冇貨，然後就更麻煩，因為讓一片地方切，啊如果切冇，要用另外一個菜色來代替，要同人合作，啊可以摘數啊唔摘數啊。可是等於講伊啲外飛，我哋講攀族來講嘅話，其實差唔多伊啲準備嘅工作要久啊。差唔多，比如講。聽講你要攀族嘅，差前一禮拜就開始準備。前一禮拜都準備哦。係，啊要先寫菜單，菜單寫好嘅，本人下看可以，再可以寫批菜，批菜寫好嘅，差唔多在時間多嘅前一日就可以行菜準備貨。有部分我感覺到貴上我們講，因為其實睇讀餐飲科以前啦，嚇我哋講真係讀餐飲科以前。即個嘛唔需要真實田屯攀族嘅經驗嘛吼，因為唔講嘛唔媽後來是開班嘅店嘛，後來嘛還可以啲傳統的以前嘅關係，但是後來攀族一件事情很容易去學習出來咯。譬如講，那偏用嘅菜，按用嘅算式，一部分很容易學習出來。就因為就高中嘅時間，就我記住太愛來攀族，來天天學。啊，如果一步一步教，我就經學習嘅經驗。啊，唔曉得就問，問個老師傅啊，問個嗰條天數嘅歐巴桑鹽啊，就如果同講，兩個用嚟做。就天天嚟見，即個摸索，後尾咪當來問嗌師傅阿媽，而就咩相同嘅教育嘅經驗，就其實兩個人嘅冇相同嘅經驗，要傳統嘅一個核心嘅，要嚟學習。等於講雖然講今日30歲，但是你已經可以自家去攀族嘅。其實你哋嗰邊有啲幾貼嘅，讓我感覺到，原來我睇啲客家中入邊看到嘅香酥鴨。香酥鴨也個就因為條牌最早之前。公太醫人要退下來，雲南退下來路邊咧，一眷村，即係攀族，啊，佢老師眷村嘅個山東嘅老師傅，就會教我公太，教伊一個阿個用嚟做，用嚟裝，啊，就因為將會有那個香酥鴨嘅攀族出來。係啊，因為我都想過，奇怪，我哋香酥，因為香酥鴨看落來嘛唔算台菜，以連台菜路咪一般來講，就大部分人講愛生菜啲咩，然後有個香酥鴨。我說唔知幹嘛要學到有香酥鴨？有。所以香酥鴨啲咩最麻煩係嘛？去炸係咪？最麻煩就是殺，殺用個殺鼻頭。哦，要殺鼻頭。係。哦，嗰時唔係用炸的嚟炸鼻頭。哦。要先殺，啊要行就。殺之前水底部加一道鹽，用埋個中藥係去殺啲米拖啦，好。因為嗰種最煩惱，而家殺高條嘅就甜麵，爛嘅咧，用龜塊炸，用龜塊炸，炸就也學問啦，因為龜炸嘅下一炸冇簡單，炸嘅底部要用個硬肉嘅夾，那炸鐵糟要鐵爐。我知道，係我食過嗰種味甘如柴。要見牛幾下擺。香酥鴨會變成攀族嘅菜嗎？會，相同會。有啲香酥鴨會變啦，就變成有鳳鴨。用嘅鳳肉嘅鳳色係門，鳳鴨啊、鳳雞啊，行人就最好食嘅那種。肉雞啊，個麵。那你講我都想到，冇唔錯，我要食過鳳鴨，係冇唔錯，真係嗰個米拖完全冇見過。同時嘅，有人我講鴨嘅龜塊切啊，係啊，但是你變成鳳鴨以後，真係都肉都過軟爛些，係啊。因為老人家就最好是過軟爛嘅，冇錯，要個要鹹要香，係啊，佢茶飯啊。嗰種健康嗬，客家人就希望講佢所講健康一些啦，譬如講鹽過少些，油過少些，咁唔知佢哋攀種嘅時節，也部分會影響到。基本上冇乜影響啦，因為基本咧攀種菜相同係油，再加一些嘅嘢生菜節膩，要變化一些。要加個養生的東西係，冇特油啊，調成油嘅話，後邊咪就出個較清淡的菜。你等於講對貴嘅一啲攀族嘅一啲順序來講，
你可以講一些，唔係講按油誒，唔係講米的都按油。因為以前飲食可能是得夠簡單，可是真的有判斷，我是希望是得夠澎湃一些，哈，夠參賽一些，可能都前面都太硬太肉誒，還還會有點鹽誒。我米不是咁多鹽，我都飽誒。可是我是想我講，哇，很不一的安排那麼鹽的那個，哦，如這差不多是到前西方啊，都差不多啦，哈。然後實在是還不是唔同。從這個判斷件事，個全堂開到人家啦。對未來有冇個期望？未來可能啊，有幾個規劃講，那片美濃嘅全堂開差唔多有較穩定嘅，就上來得開間店嘅，就來見開見多，啊見全下嘅。又想要開分店，但是問題係人家開分店，伊啲加盟嘅方式，我這個開還是加盟啊？就自家開，可是你這個那一定一年啊？佢應該可以請嘅員工啦，同埋要有公司嘅朋友，喺朋友嘅員工嚟向下係做。但是問題係你這個最大問題嚟講，你這個本身都唔可以起一家店，另外一家店伊個主菜嘅就係乜嘢做咯？就來學成學習。可是唔可以教人，第二個唔可以去教伊啲徒弟來去開分店。但係嗌你米絲就唔做咧。我唔錯啊，係啊。啊，但是要開多差唔多嘅，我都係準備設個中央廚房，啊你品質係穩定。嗰時候誒，人家生意我想到講開啲中央廚房嗬。人家判作嘅生意係冇以前咁好做啊。係啊，因為將人兩台後生嘅，因為電機。做好誒，啊有客人判做如無判做，啊有客人簡單實實嚟就好誒，因為有啲東西嘛，嗰種貴啊，啊人哋後生感覺哦，電機電種啊咧，啊有客人實實咧，啊佢吹料，佢吹得切吹料。嗱，好多個都唔好同人講哦，因為而家大部分人都去傳統嘅，吼，嗰時候唔可以判做，我冇想到講其實而家人強人連唱如果。佢難得唱都唱一啲雙簧嘅假裝，哦，親朋好友，一些親朋好友咁樣吼。因為人哋後生嘅啊，人哋裝批嘅朋友，人哋後生都唔熟悉嘅，唱很多，喺後邊唔曉得有樣玩。嗰時都唔唱啦，有意思講吼，唱一下是都好，因為家陣唱一下嘅一啲機會啊，吼，認識兩面嘅親戚。係啊，啊，其實是咁啊，親戚唔認識都早就唔唱。因為也多聊下來嘅。親戚嗰時候冇聯絡嘅，啊因為都靠有個太師，將我過來上看上搭招呼，唔問人家咩唔啲，啊我用搶，啊還有用飯嘅咩唔啲，因為最老一批嘅，佢就冇嘅，就佢離開嘅，啊唔啲用嚟遠房親戚嗰度，又唔啲用嚟搶。係啦，尤其係嗰種慢慢喺度啲面濃，其實。因為我講啦，連看了路況看到都可能唔熟悉哦。係啊，有老人家牽條哦，2萬年真是，係啊。誒，咁從這個有想到講，我開中央廚房一件事情，因為其實也算是一個算是幾新嘅觀念嘛。一來都講這個可以把個品質，好唔同講個米絲，好唔會變嘅。因為有時搞土地可能有這個嘅好同唔好啊，哈，不是可能米都會變。但是用中央廚房嘅時間，那講。你這個可以控制你真實的一個菜嘅品質同米絲，但是如果同樣都講，要中央廚房嘛，可以馬上都冇強我全堂去做一件事情，然後同時米頭都可以講完全樣啦，係啊。咁按你話，因為你這個其實完細都算是看到媽媽開辦的店，喺度各種去做餐飲個，各種更加人強人啊，吼，有想我行一條路，有乜個建議冇？那有想要學廚藝可以認真去學，啊冇唔講做唔得講是苦啦，因為做事咧做有同生理本來就夠苦，啊吃的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嘛，然後我有吃過苦，長底下一擺那個甜頭，你蠻感唔感？這個同我講有同生理嘅苦。喺苦一點呢？苦一點工作時間過長，還是講以愛準備嘅東西過多？有工作時間長，準備嘅東西又多。啊有嗰做烘，啊衛生嗰度要管理好，啊管嗰度員工啦，反正嗰度細節都提拔啦。
嗰種一部分其實一天愛各種我行一條路嘅話，一條也要一啲心理準備一定要有啦。還有耐心啦。有耐心。用我講咯。因為嗰度事情要有耐心去做。比如講洗碗啊、洗菜，全部有耐心。然後洗到一半，打牌來嘅。我條牌就按咧，洗到一半按到見來見到嘅，洗唔起，打牌來，我冇洗，我冇做。嗰種朋友看下今日嘅節目，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咧識得每一項客家菜地方，唔管是我哋今日講嘅鹹菜、乾燜肉，無論我哋客家人路地嘅客家小炒，其實也後輩地方類幾多一啲家畜，甚至講一啲人哋學識嘅故事。你今日嗰陣有份喺度現場分享安子菜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歡迎觀眾朋友可以來到閩農寮嘅時間，來到迎新美味餐館。休息一下喎，聽下先上來，強下運動哦。各位福氣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面書、傾讚，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